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？这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谢谢何专家。贺专家，白慧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。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啊？最近一直在赶图纸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。站住！别跑！哎，站那儿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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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退后！别冷静！退后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武瑞，你冷静点，把刀放下，千万别干傻事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先把枪放下！武瑞，你把何专家放了，我们跟组织申请，争取宽大处理你。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，他的生死就握在你们的手里。别废话，给我弄一台车，快！武瑞，你小子可别反魂啊！武瑞，看在师傅待你多年的份上，把刀放下，咱可不能一错再错。师傅，对不起了，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。牛师傅，冷静。武瑞，武瑞，你想想，你现在死了，谁会高兴？是你背后的主使，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，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？你现在还有机会，把刀放下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武瑞，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，再用力，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。滚开！滚开！退后！白慧，别过去！武瑞，退后！别过来！退后！小心！你也真够勇敢的了，这要换做别人啊，早都不知道下到哪儿去了。我也怕，但是也不能看着贺专家出事啊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武瑞竟然是特务。白慧，怎么样？这么严重啊？季专家，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，你看看。就是外伤而已，养养就好了。倒是喜文姐，你还好吧？白慧，我当时我都懵了，你真的太勇敢了，要不是你，我……别这么说，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。我当时也是懵的，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。这伤怎么样了？真的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这得缝个7针8针的。啊，给我吧。那，虽然我们晚了一步，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，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。所以说，大家千万不能泄气。我是气我自己，怎么就没抓到活口？真应该亲口问问他，到底谁是同伙。红梅，这事也不能怪你，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，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。一枪结果这狗头，真是便宜他。我们击毙一个特务，就少一个特务，这也是一种胜利。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啊，对面的狙击手，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，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，所以提前移动，最后被我们给击毙。现在也是一样，特务能忍，我们要更能忍。可这不一样啊，少了一个活口，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，这可怎么办？
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。队长，我想会这个立秋晨。红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。你怎么没上班啊？我今天夜班，白天帮我爸跑跑腿。看什么呢，红梅姐？红梅姐，一个熟人刚才。你去哪儿？我给傅伯伯送药，他最近总犯病。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，别乱跑。我先走了。东西拿到了？没有。你没有见到飞狐？见到了。刚刚在巷子口，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，要不是他发现，咱们就暴露了。这个飞狐啊，跟他爸一样不简单。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。蚯蚓已经牺牲了，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。死了？是的，飞狐也对此心有预计。
为什么会暴露？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？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。事关飞狐的安全，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。你放心，飞狐做得非常好，仪器厂的人都很信任他。这也算是蚯蚓最后一次表现了。我会向上峰为他请功的。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？庞红梅。你暴露了。不至于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。飞狐提醒过我们，大家都要小心他。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。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？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。我得想办法会这个庞红梅，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。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猴子、壁虎、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。那我就更得会他。大阳，季专家，季专家，大阳，请不要动他，刚做完手术。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宫的？是。那么楚宫中毒昏迷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？你不要负责吗？红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庞公安，白大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一个人静静，想些事情。你说，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，站在这卢河边，看着这里？哎呀，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，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呐，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。说不定啊，你父亲也来过这儿。是，卢门也不大。对了，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不腿脚不好啊，送个药啊，帮着干点什么，也就都靠他了。啊，庞公安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哟，老傅，老白，你说的地方，我找到了。什么？我们需要你的医术。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，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想得太天真了吧？告诉我，怎么靠近楚怀秋？我会来创造机会，安排所有的一切，而你需要做的是，准备好你的药。白大夫，别让党国失望。
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。这件事情呢，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。丁贤，这件事情你负责，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童斌啊，到。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？查过了，队长。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最近总是流鼻血，好像就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。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的。白慧救了贺希文，他怎么会有问题？一码归一码，现在武瑞死了，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，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。没错，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哎，白慧，陆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白慧，你手好点了吗？啊，没事，不疼。知道你手坏了，我心疼坏了。本来想去医院找你，但是怕被人发现。你做得对。怎么了？白慧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？那他会不会指认你？他人都死了，死人怎么说话？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。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，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咱们还是自首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武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，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，我还不想死。你放心，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。等到那边一安排好，我们就走。真的？可是，咱们两个走了，那你爸呢？我爸也去，但是我们分开走。他年纪大了，我怕他担惊受怕的，身体受不了。还有就是，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，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。好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，夜长梦多呀。你放心吧。你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？你怎么还想替他们大谈小邪呢？我当然不是。我老师说，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，他们的人力精力都会集中在那儿，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，方便我们走。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，但是只知道咱们厂的后山。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。白慧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就不害怕吗？我怕，但是有你在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，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二心，不能再怀疑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爸。哎，小慧啊，嘿嘿，哎，小陆秘书，哎，白大夫你好，下班了，您白大夫这不进屋，在这说什么话呢？没有，我找白慧说点事儿，这就走了。哦，那你们说。啊，那明天见。好。哎，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。是吗？嗯。可能最近厂里太忙，累的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啊，不小心划伤的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怎么总是不小？重不重啊？不重，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，下班还不赶快进来？白慧，哎，葛云姐，
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公做推拿。楚公肩膀好像不舒服了，是吗？那需要煎药吗？哎呀，这个我倒没问，应该不用吧？别忘了啊，中午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就这儿算。这是肩颈穴，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，然后再按揉2分钟，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啊，确实有点累。白慧同志啊，又麻烦你了。楚公，您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不起啊。红梅，你今儿怎么想起听白慧了？你不会怀疑她吧？我不是怀疑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挂了啊。对不起啊，白慧同志，我有点事儿，耽搁2分钟。楚公，要不我先回去，一会儿再过来。没关系，你就等2分钟啊。啊。红梅，你到底希不希望这白慧动楚公的桌子呀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哎，陈队长。啊，主公。哎，都到门口了，打什么电话？进去嘛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？什么事儿？说。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想问一下您，生存实验室的时候，专家组都有谁参加？年轻人都非常踊跃，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。我想这样，投票表决。啊，主公，您看这样行吗？给我们也留2个名额。啊？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？这可是个考验呐！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那就辛苦楚公了。哎，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队长，我看这个白护士啊，真是个好姑娘。这楚公走以后啊，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，什么书桌、书柜、保险柜都走得远远的。这武瑞现在死了，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。这样，你和长生去查一查，看看这个白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是。怎么，还在担心白慧啊？队长，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，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，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出现。我就开始回想，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，到后面丹阳坠崖，再到现在的武瑞，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。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。你说的这些呢，我都理解。但是这个武瑞啊，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，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，也是比较合理的。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。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，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？现在还不好判断，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。进。哎，啊，裴章，正好都在。裴章，裴章，什么事啊？那个，我表哥让我帮他带个信儿，他想邀请杭红梅同志下午一块儿去爬个东山。好。我？对啊。
为什么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没事，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那我就跟他说一声。没事儿，我去。行，那我去告诉他啊。你们先忙。辛苦裴章了啊。哼，你看看，你刚刚跟丢，这又主动送上门了。我去会会他。好。厉先生。就你一个人？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，你们那儿太忙了，我又不能爽约，就自己过来了。也是，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，理解。回学家嘛，走吧。好。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1代吧？观察的还挺仔细啊。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？别介意，职业习惯。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？好啊。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。说来听听。比如说，我们见过没几次，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，鞋一定很正式，也很得体。这说明，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、很独立，而且很重规划的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，然后执行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？也有，就是太完美主义，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。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。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。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？都可以啊。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我得想想。这毕竟10几年没来吧。这边吧，这边应该比较近。好。我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！庞小姐，你不喊两声吗？不了吧，没什么意思。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啊？什么样？哦，你对季专家不这样。哎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，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。咱们才认识几天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？直觉，一个男人的直觉，而且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。好啊，聊聊你的直觉。我的直觉啊，就比方，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欣赏你，我欣赏你的率真，欣赏你说话时看人的眼神，欣赏你。这好像不属于我们工作范畴之内。被我说中了。OK，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，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。你这次回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、走街串巷的吧？为什么不呢？这是我的家乡。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够。对了，下午会有大事发生。什么事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。你听，
听见了吗？多么好听的鸟叫声！咱们别惊扰到他们啊。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。要不我在这给你拍几张照吧？不了，我不喜欢拍照。谢谢。OK， 那太遗憾了。谢谢。欢迎爱国华侨厉秋晨先生讲话。大家好，这次回到祖国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蒸蒸日上、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，还有你们一张张热情洋溢、充满幸福的笑脸。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，是家父的遗愿。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。同时呢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。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，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谢谢大家。局长，省厅送来加急文件。你看，是省厅调查叶先坚的资料，与李光明在狱中供述的基本吻合。南山培训班。队长，回来了。啊。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，又参加了捐赠仪式，怎么样？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？这个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，又是捐铜矿，又是深入农场，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。但是，从我跟他的接触里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。啊，说说看。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。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，往门口看了4次，很显然是在等人，而且书还没看完，急匆匆就走了。但只有这些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。所以还得继续盯着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老师刚送来的资料，你看看，能不能看出哪个是武瑞？南山少年班。这个，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。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，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。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。没错，武瑞也是。这资料上还显示，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，8男5女，只有编号，没有名字。这个寇雪松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。照片上的这些人，除了跑去海外的、留在内地的，或死或者被抓的，仍有1个人成谜啊。没有线索。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，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，进一步了解情况呢。你这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。外无克邪，内无湿热，脉搏一强一弱，收缩的很不均匀。心病，啊？别说的那么玄，让你做的药做好了吗？这是雪狼交代给我做的，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。
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。谢谢了，白大夫，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张局长，你看那边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啊，张局长，辛苦了。韩站长，辛苦了。主公，那我去忙了。啊，你忙。这个西文啊，来。张局，韩厂长，你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。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，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，列入了温度、湿度还有压力等等。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、气密性、安全性、居住性。这里呢，总共分几个舱室，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。你们看，这个是双层观察窗、双层火口、双层进出门。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2道门，以便更换人员，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。看来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，到了这儿之后，都会变得很艰难。是啊。好疼啊！什么东西在咬我？好在毒性不是很大，送来的也及时，不然就得去市医院调血清了。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，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。主公，这次幸亏有白慧在，她懂草药，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，单凭伤口就能判断出来是被什么咬了。这要是换了不懂的，哎呀，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。谢谢白护士啊。您客气了。人没事就好啊，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了，这山里除了蜘蛛，还有蝙蝠啊、蛇呀，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，不能常待呀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呀。主公，我建议啊，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，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专家的安全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同意。哎，这个很有必要啊。主公说的是。各位稍等，丁姐，这是张局的批示，请他们进去除虫消毒，你看一下。小雷，带他们进去吧。来，你负责这个区域啊，都要喷洒到。这边，你过来，这边，还有桌子底下都要喷到啊。好的。哎，白慧，你过来。这么大的设备，你看它还有床啊，这太窄了，能睡下人吗？这应该都是模拟潜艇的环境吧？这都是机密，出去别跟说了。是吗？看我。罗主任，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，还剩一些消毒液。哦，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。好。哎，葛主任，请不要随便走动。啊，同志，是这样啊，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，倒掉就浪费了。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，不放过每一个死角。对不起，上级有命令，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。是这样。那好，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这个区域啊。好。约庞红梅去爬山，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倒是他，不停地在试探我。飞回来情报了，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。抗战的时候，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，一是用来人员防空，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，就在这附近。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，他们可能不知道。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2号防空洞，但是因为战局变化，还没施工就结束了，就在这1号防空洞的山对面。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。哎，
人都去哪儿了？都去忙活防空洞了，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。谁给我的信？啊，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。邱学长，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，解放前呢，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，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。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？解放后政府排查过，没有发现问题。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，所以这个村子呀，彻底就荒废了。红梅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赴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